Mailme 提供進階嘅樓盤搜尋器俾地產代理使用。喺找盤王一欄，你可以選擇內部樓盤搜尋或者市場樓盤搜尋。內部樓盤會包含你自己嘅樓盤或者你公司嘅樓盤。市場樓盤包含市場上所有地址隱私設為公開嘅樓盤。除咗目標地區、預算同實用面積，你可以輸入樓盤編號、PRN、單位嘅座號、樓層、房號、聯絡人、唔同嘅狀態同房間數目等。按下提交鍵，頁面會顯示搜尋結果嘅各樣資料。向左拉可以見到更多嘅樓盤資料。你可以點擊欄位調整資料嘅排序。按下其中一個樓盤，就會進入佢嘅編輯頁面。